Hello，大家好啊！北姐姐講馬頻道又同各位見面啦。我北姐姐講馬，冇搵人笨柒嘅，不過一定要記住，睇完片俾個 like 我㗎，訂閱同埋多啲留言幫我推下片喎。聽晚禮拜四嘅8場田泥夜賽，出馬都幾閪踴躍喎，不過就好鳩多馬都係初跑泥地嘅，得個估字，所以揀馬都屬於唔容易嘅。好啦，又響度同大家傾下我嘅心水馬先。首先，第一隻，第一場5班泥地1650，8號馬嘅銀皇輕標，呢隻馬暫時都冇乜撚嘢賽績根據支持，亦未揾到真正嘅出路，更加有喘名正添，真係陰閪公。不過就記得呢隻馬上季響4班，都曾經跑過一場泥地1650嘅賽事。係跑第4嘅，末段衝上去嘅走勢係唔錯嘅，起碼都有少少證明咗呢隻灰馬唔係完全唔識跑泥地先。最近就見神課好認真去操練嘅，騎師蔡明少條濕鳩仔更親自去試過泥閘，睇到隻馬一出閘就自己肯搶住帶頭走先，末段嘅走勢都維持到嘅。見到隻馬係完全有生氣同狀態，起得唔鳩錯嘅。今場嘅對手好多都係似是而非，真正嘅泥地高手，牌面睇都係得一兩隻。而呢隻銀皇輕標俾我嘅感覺，係操練好閪積極同試過泥閘都幾撚吸引嘅。我估計呢隻馬一定有賠率分頭嘅，所以我搏呢一隻。好啦，第二隻。就係第3場4班泥地1202號馬嘅新力，呢隻5歲馬，上季尾大屬大勇，場場都保撚持住出色嘅水準，更加好似定咗型係谷草1002馬咁，我就覺得呢隻馬評分仲有上升空間同可以上3班都有得跑嘅。今季出嚟跑咗2場谷草1002，第一場就跑過第3，輸一個馬位啫。上一場就輸撚咗，跑過第8。賽後報告，騎師奧爾文就話孭閪住頂磅135磅係落敗原因。今場練馬師即刻換個減磅騎師黃志宏上去，呢場孭127磅，比上一次輕咗成8磅，係咪練馬師條氣唔撚順繼續想搏殺呢？大家會質疑，今次係跑泥地喎。練馬師有冇搞鳩錯啊？不過我再睇一睇，之前呢隻馬好早期泥地都係跑過2次咁大把，一次第4，一次第5，輸俾頭馬嘅距離都唔超過3個馬位嘅，所以我覺得呢隻馬泥地係絕對有能力嘅。今場執過4檔飛撚常有利，磅位又減咗成8磅，練馬師鄭俊偉呢條古惑閪安排轉跑泥地，博人唔信，無非都係想有翻啲賠率分頭啫。我就老閪都唔會執輸㗎啦，稱翻住呢隻馬先。好啦，跟住再嚟第5場4班泥地1211號馬嘅金多喜，4歲馬，上一季初嚟講冇乜表現嘅，上一場就今季初出第一場，跑呢個田草1002。走勢就非鳩常吸引係人都注目嘅，隨隨便便咁後上撲上去走個第5，輸一個馬位多啲啫。神課就見大力吹谷，田泰安條撚樣都好柒肉緊，仲走去試個泥閘，隻馬係完全自動波咁走上去贏出泥閘嘅。最近練馬師伍鵬志都係靠呢啲進度快嘅質素新馬去爭取頭馬嘅。睇今場嘅操練心意，應該都係起快㗎啦，賠率分頭就唔知有冇啦，不過都要跟進呢隻馬。好啦，最後一隻啦，第8場3班泥地1650，4號馬嘅自跑得真正泥地專家嚟嘅，1650更加係超撚準成，5歲馬由4班贏閪到上2班都仲有得跑。睇練馬師廖康銘嘅部署。唔撚你隻馬嘅評分係咪高企都好，係趁呢隻馬仲後生同狀態大勇，豁出去，毫無保留去榨乾榨淨呢隻馬嘅。
今季出3場都入撚到3甲嘅，呢場響翻3班跑，要孭成130磅同埋執咗個11檔，可能好柒多人都冇乜信心，成為冷門分子。不過我又諗一諗，呢隻馬都係留響最尾跑㗎喎，末段都係靠爆炸力撲上去㗎啦。講泥地性能一定唔撚會輸俾呢場任何一隻馬嘅，鬥志又擺明車馬，仲係一隻未斷纜嘅馬添，有咁冷分頭賠率嘅，我冇理由咁笨柒放棄㗎，齋到位置都有着數喎，我照搏呢一隻。好啦，心水同冷馬又講完啦，又同大家重複一次先。第一場8號馬嘅銀皇輕標，跟住第3場2號馬嘅新力，再嚟第5場11號馬嘅金多喜，最後就係第8場4號馬嘅智跑得。好啦，我嘅心水冷馬大家啱唔啱 key 呢？好啦，筆姐姐又同各位講拜拜啦，下次再見。